后来，这个中部以北今仔日变天了，透早有真侪所在雷公水呐，搁来透大风，苗栗的头份甚至出现着无完全形成的假烈风，有一个气势，互强风吹倒在地。一阵强风袭来，骑奥多麦民众向向去吹倒在地，就含涂骹真侪落过熟过物件，嘛去吹到半空中。今日透早苗栗头份就观音寺，敢出现假烈风。伫暗时遐闪呐闪闪时，刷咧传出轰隆隆，但雷公的声音。今仔日透早金门落大雨，民众嘛翕到一惊人的画面。随方面报道，中部以北出现局部大雨，看桃园机场的即时影像，透早8点半，规当清楚看到飞龙机起降，不过过无到10分钟，规片变甲白苍苍。气象署就讲，今仔日落雨集中伫咧中华以北，各有基化地区。今天早上锋面接近的过程当中呢，有蛮明显的对流现象出现。那后续这个降雨呢，可能会慢慢的趋缓，可是其实都在锋面的附近哦，所以时不时都会来一阵一阵的雨势，所以夜间到明天的这段期间，可能还是会有另外一波的雨势。虽然明仔载方面通过中部以北落雨记录悬，南部市伫咧过道山顶会有连山雨，25到26号北部含东北部卖落大雨，27号落雨虽然较细，不过北部东部嘛是有局部落雨，28号会搁迎接另外一波风面。24号的晚间开始，锋面通过，高压增强，东北季风开始下来，主要影响24日的晚上到26日这段期间，低温的部分，特别是北台湾降温比较明显，可能会到这种19度啊、20度这样子的温度。天气连又热连又冷，提醒上北到南的民众爱记得早雨区，嘛爱注意天气温度变化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